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请镇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5号，公元2017年7月28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拉达克师生给予教导；达赖喇嘛尊者和司政罗桑森格西藏议会议长分别向印度新任总统致函祝贺。藏人请镇中央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超度法会。司政表示，藏人必须活着争取我们的自由事业。司政罗桑森格出席新德里汉斯拉伊大学70周年校庆典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月25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拉达克的索南林西藏难民定居点拉达克西藏儿童村学校中，向该校上千名师生和当地的民众给予了教导。达赖喇嘛尊者指出，面对当今西藏境内的苦难，流亡在自由国度的我们，应该要肩负起责任，为600万藏人民众的利益和自由发声。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虽然西藏在9世纪后分裂，但我们所拥有的语言藏语文使我们融合在一起。尊者进一步强调，确保西藏精神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载体藏语文。另外，本月20号，印度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选举结果。全国民主联盟提名的候选人拉姆内特·考文德以65.65%的选票成功当选为新一届印度总统。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度北部的拉达克致函，祝贺拉姆内特·考文德成功当选为新一届印度总统。尊者达赖喇嘛在信函中表示，今年是我们流亡印度的第58年。由于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慷慨援助，使得超过13万的流亡藏人们生活在印度。我们将永远感恩印度政府和人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也致函祝贺拉姆内特·考文德先生。司政在信函中表示，我代表藏人请镇中央衷心祝贺您当选为第14届印度总统。您的当选证明了印度人民更进一步的对民主的意识、对世俗主义价值观及印度古文化的进一步认知。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致函祝贺拉姆内特·考文德成功当选为新一届印度总统。与此同时，7月21号下午，藏人请镇中央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办官方超度祈福法会，为日前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先生进行了祈祷。藏人请镇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首先向民众简要介绍了刘晓波先生的背景和他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所付出的努力。司政罗桑桑格博士表示，刘晓波先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公民。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批公开支持西藏实现真正自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被判刑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支持西藏问题。司政还指出，西藏的自由运动又失去了一位坚定的支持者，但我相信刘晓波的思想和精神将永垂不朽，将继续激励更多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争取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另外，7月26号，数以千计的藏人和支持者聚集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对自焚藏人丹增曲央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和祈祷法会。25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前往西藏青年会总部，对自焚者表达哀悼，并向其家人表示深切的慰问。7月21号，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举办官方超度祈福法会，为近期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举行超度法会时，司政一同对自焚者丹增曲央进行祈福，祝愿他早日康复。
司政还表示，虽然我们都了解自焚抗议背后的艰难，但我们必须要记住，每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需要活着为我们的正义事业奋斗。我们身处自由国度，我们可以自由地采取一些不同方式来完成我们的使命。600万藏人的生命是可贵的，即便失去一条生命，对我们来说都是损失重大。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一直坚定阻止自焚，尤其是境外藏人，因为境外流亡藏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自焚者丹增曲央的父亲土登扎西在法会上呼吁藏人不要自焚，并敦促西藏青年人要牢记尊者达赖喇嘛的教导，通过教育以知识的力量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出贡献。另外，本月27号，位于新德里的汉斯拉伊大学在该校70周年校庆典礼上，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出席，并接受了该校荣誉奖章。作为汉斯拉伊大学杰出的学生之一，在当天的庆典活动上，司政罗桑桑格接受了该校颁发的圣雄汉斯拉伊奖章。该奖章是表彰他对西藏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司政指出，西藏争取自由运动是在印度的国土上建立的，也是以印度的精神为基础。司政进一步强调，我只是想提醒大家，西藏的自由运动是以印度的哲学为基础，西藏的民主运动也是以印度的民主为模式。多数西藏的政治领导和活动人士都是出生在印度，接受印度的现代教育。所以，当我们走上成功之路时，当然印度也就会走向成功。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